迎大家收看福气来咧，我是 Rita 林玉天。哇，最近咧金曲奖日会公布了哦，大家係咪知道當期待到底係咪使得獎呢？喺咧之前嘅呢節目當中吼，邀請到其中一屆日會者，佢咪係新生台嘅實力派創作歌手，佢係馬莎呢，係小咖咧咯。喺咧以前呢，可能有嘅朋友有彈過佢唱歌，有嘅朋友講哇，你係一個新嘅面孔。我想一開始，你先來彈佢唱條歌曲哦。留點短髮，風風面頰，從夜嘅樹當空太太風帆，你嘅容顏暗燈映下，係唔係本愛揸起飛來對你唱，誰會安家，誰會安家。講情話，張開嘴條眉嘅表達，誰會安家？風動動嘅面頰，也可相愛老你講一句有你情口，啦啦啦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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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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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， 生夢嘅老你講一句有你情後。哇，歡迎，嗱大家問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小咖咧，基本都歡喜來到福氣來咧這個節目，非常開心，那也非常榮幸。哇，恭喜哦！係上鐵總嘅專輯，誰會安將去唱家唱嘅歌，安尼就因為金曲獎哦。其實安尼一路行來吼，應該有青島嘅故事吼，入圍心情係樣嘅咯。入圍心情就感覺都永恆，非常榮幸。那能夠第一次出專輯就能夠入圍，而且是跟這麼多非常厲害的前輩一起，對啊，覺得非常榮幸。係啊，我嗰陣時看到入圍嘅名單嘅時候，哇，看到人名嘅，我咩知道當歡喜，因為表示講客家音樂有很多嘅無腔樣嘅元素落來，還個有後生人腔下來參與哦。其實看到我冇想到，從去年開始參加青島嘅比賽，就有得獎咧。嗰時一路行來吼，咩啲前參咩張舉辦而嘅專輯嘅安尼音樂嘅分享會咧，當場正式同大家介紹講，我小咖咧要出一張安尼誰會安將嘅專輯，係嘛？沒錯。哇，真件當歡喜！你講大家看到呀誰會安將，係咪知道講有冇按送咯？係唔係唔講啊？誰會安將會安樂嘅？又係講頭擺人聽到誰會安將，誰會安將，就唱嘅一句話，係安尼嘅。唔講唔家唱嘅唱無腔樣，有冇想去寫安尼嘅歌曲？對，因為我其實《誰會安將》是羅時豐老師的一首非常成功而且非常有名的一首歌，當經典嘅歌曲。其實算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客家歌曲。哦，是，係啊。但它其實好像前面是《誰會安將》是客語，後面有一個台語的版本，這樣。但是那個《誰會安將》就從小就深深烙印在我的腦裡，對，洗腦的感覺，對對對。但這首歌其實也好像30年了嘛。就是算一首1989年林子淵老師所寫嘅，係差唔多。那我們就是希望，就是決定來做客家音樂的時候，我們就想到誰會安將。那我們那時候在創作的時候就非常順，就誰會安將，就把它唱出來非常順，這樣。就按那個旋律。我們也希望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 title 再把它延續下去，讓更多年輕人可以聽到。你剛剛講安尼個 title 嘅意思，你聽到誰會安將嘅感覺係乜嘅？覺得有點俏皮，蠻可愛的，對對對。
哦，俏皮，也讲，因为你係寫來的啊，你就會講，看到誰妹講啊，誰妹安講哦，就很容易，比較跟人家有一種親近的感覺。對。哦。而且誰妹安講，我們也是希望可以表達一下我們的客家誰妹，就是非常有氣質的感覺。真經佢講嘅動畫。像我在我旁邊這位是。係啊，既然安尼嘅專輯地圖嘅編曲呢，大家看到安尼，就有一種暖男嘅感覺吼。規個專輯紅紅嘅哈，粉色，就是蠻溫暖的感覺。嗰種嘅音樂風格地圖呈現用嘅特色。對，我就像剛剛主持人講，我們希望走一個帶給大家溫暖，因為其實從小我對客家話的印象就是我的阿婆跟我媽媽，就他們在用客家話對話的時候，就我在旁邊聽就會覺得心暖暖的這樣，是，所以給我客家話給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溫暖，而且也非常親切，所以我們就希望朝暖男的路線是。嗰時候因為唔一下講我講客家話，我談客家話，係因為細要同阿公阿婆帶下。嘿。嗰時候當蔥腰吼，安尼長輩唔一下會講。對，因為小時候其實就是會聽，但講就是都用國語回，這樣有點可惜這件事。所以現在正慢慢把它學回來。因為開始做母語嘅創作，嗰時候同人嘅母語，天天嚟演進來安尼。是。好，唔怕繼續加油。其實透過唱歌係一個動好嘅方式，咩動詞嘅，有旋律咩，有歌詞，更好記，更好學習，對不對？係啊，也唔係從細就開始教音樂。對，從小時候，因為我本身我的家人，我爸爸非常喜歡音樂哦，對，他從小也是在玩樂團，然後也有在餐廳裡面唱歌這樣。對，那後來因為當時候環境可能比較沒有這個音樂的環境，所以他就很栽培我們小孩子，可以來學音樂這樣子。古松福卡嘅聲嘢全部有學音樂。沒錯，對，我大姐她大我10歲，那其實我小時候的古典鋼琴就是我大姐教我的這樣。哇，姐姐教你彈鋼琴？對，所以還跟我練琴，我會打。沒有，反而比較不認真。沒有，就自己人嘛，那他可能也沒有這麼用心在教，沒有。對啊，就自己人會跟他耍賴一下，對對對。唔講你彈鋼琴嘅時節哈，彈得，係唔係因為自家嘅想法講嘅，咩變成一下做得來自彈自唱啊，也講有創作啊呢？對，因為其實我小時候學古典樂的時候，都是比較照譜彈。古典鋼琴。對，那我個人就是比較不喜歡照譜，我都用聽的，然後所以視譜不太好，所以我在彈的時候，有時候我媽在外面聽我練習，我就會在裡面開始亂編、改編這樣子，然後我媽就進來說：“哎，今天彈得不錯哦。”就我剛剛亂彈的，對，有時候就常會這樣，發現自己好像有一些創作跟改編的一些的想法這樣。係啊，唔講係做呀，福卡嘅人一支持嘅，因為像我細妹學鋼琴，迄個冇認真練琴，有嘅欣賞會同學咩，一個唔係講同學，迄個親人聽希望人做得學嘅好，也係講福卡人會講，安尼冇好好練習，嚇，唔講點到嘅福卡人係因為講，彈到你彈嘅有啲冇腔樣，佢會鼓勵你講，不錯喲，安尼佢咩彈到清好，本有信心。對，他們就蠻鼓勵。可能因為古典真的是彈不太好，所以就開始彈一些比較流行的，就自己，因為我小時候也是在教會長大，那教會有就是很多的機會可以彈琴這樣子，就開始彈一些比較流行的歌曲。嗰時候你從細就彈鋼琴，然後後來咪彈吉他，對，就繼續來創作。從國中開始，因為吉他很方便，就是隨處都可以彈，這樣對。也可以彈給這個誰妹來聽，這樣。哦，對，是。然後安尼就開始音樂嘅路啊，就冇改變咧，哈。對，就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音樂，這樣。那時開始想要來好好寫歌。寫歌其實我寫歌算蠻早，從我國中的時候，哦，對，就有開始寫一些比較算配樂的部分，就是沒有歌詞，然後它是用，比如說鋼琴，我就用比較舊相機把它錄起來，然後自己再到電腦裡面用一些簡單的設備，把它變成一首完整的歌，這樣。哦，嗰時候從細就動好教，
对，啊，你教练，手编到它黑木就它成熟，比较成熟就可以完整的编曲了。对。哦，嗰首转系底度呢，没有加了几只加编嘅 Q， 有轻抖数，有下词啦、下 Q， 韩国编 Q。词比较少一点，但我们可能如果下一张专辑，我们开始尝试写词这样。哇，懂好呢！好，等下节目当中呢，继续来谈金本艺人嘅睇裏邊，小家咧佢分享佢嘅音樂、佢嘅創作故事哦。像是边缘存一片不安，总给习惯遗落给时间，点点转身背对呀世界。夜空空就流空实现，用卡所有变浪风皮，微凉暗部。本爱一头公年的一飞，你的出现，生命开始改变，长了解所谓温暖的语言，也唔敢你，人本万米期盼，走着温暖的公园，去相信爱会胜利你的公园。在等安抚，慢慢一睡，某天因老鹰之间都不再柔韧，恐吓难点，不再爱语言，某风气也是给本给考验，用心生命去发现你给完美，有意义爱都走的深刻时间，总是分开，人就不再有遗憾。非常大家真咯，福氣來咧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就是金曲獎第29嘅客家嘅藝味照，就係小家咧啲節目現場，我同大家嚟分享佢嘅音樂。頭先我聽到佢唱嘅講嘢，係咪知道真嘅要講就講來咧啊？係家咧，你下一首歌曲講嘢，本人知道親暖性嘅感覺。有這種溫暖的感覺。係。真嘅有安尼嘅感覺，太感動了。一首歌曲吼，安尼我看唔嘅全是底度哦，喺你的青島無腔嘅歌曲底度，我知道咩青特殊嘅歌，唔記得當時寫一首歌，第一種全是底度吼，有咩特殊嘅原因嗎？這首歌其實我在寫的時候，我們先寫出副歌來，然後那時候聽就覺得哇，就是走比較情歌的路線，然後我們就希望。可以有一種，就是多元，就大家和樂的一種感覺，所以我們就是寫這種光源。就我跟我的作詞人討論的時候，他就寫得比較正面一點的感覺，是帶給大家一種溫暖而且有力量、正向的感覺。係啊，嗰一首歌曲呢，係唔啲一種專輯底度，聽講係第一首完成嘅歌啊。對，就是算我們這張專輯的開案歌曲。哦，嗰首寫一首歌嘅時節，你第一首咩係你寫嘅第一首母語創作嘅歌嗎？對，沒錯。咩係啊？既然嗰當時因為正經講，好，我就愛來做母語嘅創作，我愛寫我嘅客家歌。因為其實我覺得從小聽客家話，然後後來就是都唱比較多國語跟英文這樣子。那後來是有一個老師，他就是有給我一個想法，他說：怎麼不來做我們的客家音樂這樣子？那我想想，好像也蠻特別，而且覺得其實應該要唱客語，就是會有一種有點青年回鄉的感覺，就是要幫客語，就是做一點讓現代人聽的客語。嗰時候其實人嘅環境因為係喺大啲嘅家鄉。
古时候不卡含迄时尚，我谈到客家话。不过，俺平常生活的时节，可能生活嘅创意某一天全部会用到客家话啦。古时候你係因为有嘅先生来鼓励你，开始来做。嘅对你来讲，客家歌係用嘅角色存在在你嘅音乐当中。我觉得客语它有很就是我刚刚讲非常温暖的一个韵味，就是我在唱在歌里面的时候，它把这首歌变得很特别，而且更有让我想到就是我的外婆跟我的妈妈这样。哦，你讲因为上韵嘅关系，也係講安尼要幫你想到你細細時節同阿婆啦，同媽媽給的互通安尼情感是一個蠻主要的一個原因嘛。是，沒錯。就是讓我就真的是回到小時候的感覺。哦，古時就鼓勵你繼續來做，應該講開始來做客家歌。是的。跟你哋一種專輯，第一種專輯，好，你知道親有挑戰嘅歌係嗎？挑戰的歌，有我們第一首叫做《賞詩周聲音》。這首歌它是比較少聽到這樣的曲風的客家歌。對，然後其實它音也蠻高的。我在寫歌的時候，有時候都會不小心寫到太高，對不對？所以它其實沒有那麼好唱。那我們也是用了一些作詞人他寫了一些比較算是現代的詞彙。對，那有時候在順客家詞的時候，要瞧一下，這樣瞧比較久。有特別去唱高欣賞嗎？我們有客語指導，對，非常感謝他，就是幫我們把一些詞改成更道地的客家話。韓國地圖我看，其實專輯地圖有啲歌吼，大家會聽到家人唱有全部客家話嘅，沒有地圖加華語嘅。韓國地圖沒有加冇腔用，當唱安尼。福佬啦，塞夏族語啦，印尼語啦，你做咩想要講嘅很多嘅語言？其實這首歌蠻特別，因為這首算是我們專輯裡面最後一首歌，就最後一首完成的歌。最後一首完成，亞述歌曲都浪漫閃現呀。浪漫閃現。那當唱安尼浪漫台閃現係嗎？對，其實他就是在講台三線的故事，對。那因為台三線它沿線就有這3個族群的聚落這樣子，那第一個就是閩南跟客家，然後還有塞夏族跟印尼，就是外來新移民這樣子，對，所以我們就希望這首歌也是有點族群融合的感覺。嗰個亞述歌曲係你寫曲，嗰個有牙作詞人潘燕婷老師，韓國唱高了青島嘅欣賞，因為印尼語你會說嗎？印尼語不太會，就是專輯那幾句這樣子。就啱學嘅咩？哈，當學習塞夏族語你會講嗎？也不會，也是第一次嘗試，對，非常特別。古時候味道專輯咩係當唱高青島嘅欣賞。其實這首我們在錄的當天，就是剛好我們原本是想說最後一首歌就是讓它比較單純一點，就是前面是可能國語，然後後面就唱我們客家話這樣子。然後後來我們在錄音當天，我們的客語指導他就非常熱心的，他就是找他的塞夏族的朋友跟印尼族的朋友，然後幫我們錄了2段。然後在錄音當天，我就先聽這樣子，所以我們就把其中幾段都改成這些方言這樣。哇，按你拼音係你自己寫嘅？對，你自己的羅馬拼音嗎？我是用注音來拼音，對。不過呀，歌詞本地圖哈，大家係講蘇杭有專輯地圖就有，按你應該是羅馬拼音寫嘅吧？啊，對。哦，按你做得高矮日記嗎？可以啊。塞夏族語。塞夏族語，可以借我看一下歌詞。對，因為這不能念錯啦，對。哦。對。其實按你聽的音樂地圖，你就做得學習到冇腔用嘅語言哈。是。那我先來講2句好了。第一個塞夏族語，它是 Hini Bongai Kili。Hini Bongai Kili 哦。對，其實不會很難，還蠻就是蠻好。Hini Bongai Kili 是什麼意思？ Hini Bongai Kili 就是這朵花好美啊。是。Hini Bongai Kili， 這個花是指真的是單純植物的花，也係講有真人講人沒做的。應該也是可以講人，對。Hini Bongai Kili。Hini Bongai Kili。
然后第二句那卡拉伊苏恩，就是像你一样，这朵花好美，然后像你一样这样。那卡拉因苏恩，那卡拉伊苏恩是那卡拉伊苏恩，应该没有错吧？这个赛夏语的朋友们，你反正讲一遍好吗 ？OK 啊，Hini Bonai Kili， 那卡拉伊苏恩。Hili Bonai Kili， 那萨拉伊苏恩，那卡拉伊苏恩是对。那卡拉伊苏恩哦，有点好像有点日文的感觉。嘿，因为有懂得我们用个音节啦哈，都有意思。当然，大家在弹专辑的时间哈，除了弹家咧几个曲、几个编曲、几个作词，还有几几首歌曲的意见哈。每做嚟学习客家话、塞夏族语，还有印尼话哦哈。等下节目当中呢，继续邀请家咧同大家来唱歌分享，来谈一下人故事好嘛？好，好，也请大家先聊一下哦。不管是跟有幾多強下做家茶來都難辨自由和自在，也處嘅冰凍和所在，客家文化故事比你雄也精彩，家中連舞台的胸腔之飽滿，諸天女部落嘅調。终于发现流笔凸显嘅公仔，南风他家随意出发，将伊的胸下踏上胸，来去南看，随着热情的步伐，流对文化，传承客家历史生活的对话，家人的来，以为其他好真的拥有，压力能否不信哈嘎？将你的自在生活做给南看。哇，来去南下，好谈无好谈吼，俩手会伫屏东六队天气大声响，大头名嘅歌曲哦。真嘅，家咧安尼一路行来吼，虽然你当初8年前有参加音乐比赛，8年以後體重模擬嘅專輯怎發行？咪係你經營嘅體重專輯嘛？嚇。唔錯。嚇，唔過呢，其實2年來從去年開始參加安尼泰山鄉，得到提名，個今年又參加桃園嘅國際客家流行音樂嘅比賽。得到3項嘅獎，有大頭名嘅，有佳作嘅，有安尼幾隻樂團嘅表現又非常好誒。安尼2年，因為精力這麼充沛呢？對，因為我覺得比賽它是一個很好的，因為我都會遇到很多的評審，而且都是非常優秀、非常厲害的前輩，所以我們就希望能夠借由比賽，讓這些前輩能夠聽聽看我們的作品，然後給我們一些很好的建議，這樣。係，因為我這個嘅當時你在桃園參加比賽嘅時間啊，拄好就咩係發通嘅主持人，我睇到人樂團規則嘅氣氛當好，嚇，老人嘅故事啦、吉他手啊，跟我們都在台檔規則嘅表現，知道樂團是非常緊密的。對，我們的團員今天有來到現場。哇！係啊，古時也嘅團隊吼，就大家互相當支持哦。對，其實他們都算是我的老師，然後兼保姆這樣。哇，用暗號按多年來支持你。對啊，非常，我覺得我非常幸運啦，也非常開心。古時在教音樂嘅路向啊，安尼聽起來，我看人當支持你，講唔一下真是出頭做一個音樂家，做一個歌手，公司嘅人也講嘅團隊嘅人非常嘅照顧你出錯嘅，大家會互相來學習安尼。對，就是其實我們這個團隊非常特別，就是我覺得是缺一不可，就是每個人都有不同做的事情。
各位呀，大家听到西门安讲也种专辑吧，听起来就会现代时下流行音乐嘅曲风，来做模拟安尼嘅诠释哈。讲完未来呢，第一张专辑就入围金曲奖，当然要第二张、第三张继续做下去呀。有想要做乜嘅，之后同大家分享吗？因为我们这张专辑它是比较 pop 的一点感觉，那它有融合有一些 funk 的元素，或者是一些情歌，或者甚至是一些民谣。那其实我本身从小我都是听比较 R&B 的曲风，对，我小时候都听陶喆，是我的偶像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的唱法上会有一点 R&B，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后面的几张能够跟大家多介绍 R&B 这个曲风。嗰時候一下有開始在準備嗎？有開始第二張，大概有2、3首歌了，是，正在慢慢籌備的。嘿，您講打鐵就會趁熱哈，沒錯，一下有想法，有安尼嘅動力，韓國有熱情就係實實來做，韓國有動堅強嘅團隊嚟讓互相天數。那我們走。跟自家知道哈，堅持愛行音樂呢條路，不講人完全支持，也係講。咁需要嘛？梗係想去放棄嘅，想啊，我冇去做誒，啊，動辛苦啊，將出去上班就好誒，有嗎？其實也有，因為其實在我退伍前2年退伍的時候，那段時間因為做音樂，它不是一個像上班一樣每天固定這樣子，然後有固定的薪水，所以那時候我剛退伍是想說先在家寫歌，累積一點自己的作品這樣。然後後來發現好像這樣，就是沒有辦法先餵飽自己的肚子，然後一直住在家裡好像也不太好這樣。對。後來我爸就是有想說，嘉樂，那你要不要去找個工作，就是有一點薪水這樣。後來我就有開始遞履歷，因為我本身是念大傳系，所以我就去投一些電台啊，然後那時候沒有投客家電視台，是，然後。後來我爸就是他有在跟我談，就說他其實不是要我說放棄音樂這一條，他是說可以，比如說去找一些演出，像餐廳的駐唱，對，至少有一些收入來源這樣。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在餐廳，然後一些婚禮去唱歌這樣。嗰時候爸爸係鼓勵你講，本自家有多啲舞台嘅經驗，好接觸無同樣嘅人，唔係講我唔不用睇音樂就錯嘅。沒錯。哇，其實真嘅係感受到佢哋非常支持你，竟然咩唔放棄啦嚇！大家咁啲，其實我做藝術呢條路，無論你係愛畫圖啦、做音樂啦、做舞蹈啦，各式各樣的藝術創作這一條路，其實只有一定會當故事，會當艱辛嘅部分。不過喺講唔放棄，簽出一條自家嘅路嚇，上次你看可能李安導演他是沉寂了很久，讓變做國際嘅大導演，咩係我有一種自家嘅專輯，西門安講我支持，其實係經過當多經驗嘅累積啦。是，好，這種還是有當多嘅心情哈。對，我覺得，其實在我們就是人生當中所接觸到的事情，比如說像我小時候接觸到客家話，那現在就非常開心，就可以出一張客家專輯。所以我覺得它是我的，就是生活當中的一些事情的累積出來，這樣。那我也覺得自己真的非常幸運，這樣。好，聽聽嘅走，聽聽嘅來哈。還想青兒哈，你講得獎咧，我哋都是金曲獎頒獎典禮後呢，你就會看到小家咧啲舞台當哈。我覺得以前呢，我想透過人節目哈，講到你想去感謝嘅人，感謝嘅話，也講有啲係從得獎感言安尼。哇 ，OK。其實就是這樣，是我第一張個人的客語專輯。那首先要感謝很多我的家人，然後還有我的金碧溝團隊，就我們團隊叫做金碧溝，然後裡面的老師都非常照顧我這樣。然後我也感謝在我們參加這麼多比賽，有很多的前輩，比如說像顏志文老師跟鄭朝芳老師，他們也給我非常多的鼓勵，這樣。那我們會繼續為客家音樂做更多好聽的歌。哇！除咗打邊再打邊，下歌再下歌。好，喺講所有嘅朋友大家都有興趣想去行得到了解你嘅音樂創作，當想去聽到一個專輯，follow 加了你嘅動態，去哪呢？其實可以都得上我們的粉絲專頁。
对我们搜寻肖家乐，哦小咖喱就可以。就迄人嘅名，安尼就做得咧。好，我想今日介绍新生代嘅实力派嘅创作歌手，本大家来认识。喺透過節目當中，本大家聽到家咧佢嘅好歌聲，佢嘅音樂故事哦。我想今日再一次感謝你嚟上節目，再次恭喜你，謝謝，恭喜。好，哇！節目當中聽到音樂，還有聽到音樂故事，係每次都超感動咧。客家音樂有下多嘅人來喜愛、來投入、來創作，安尼係非常好嘅。每請大家多多來支持哦。好，今日節目都進行到呢位，等下記得愛同先生來做運動了，張來了。